第二首要唱的是《所谓啦》，这首歌是点唱歌曲哦，希望点唱的朋友你好好欣赏，谢谢。谢谢玉祥。玉祥的好歌声非常非常具有生命力，但敢有感动？你讲叫熊生声，伊看无？恁敢有感动？啊，敢袂当倒互伊一个这大的鼓励，甲抱一声。